今日要玩嘅遊戲係喺 Roblox 入邊嘅，叫成為 YouTuber。睇下點玩先。收集所有迷呢個要垃圾場啊！而家仲係喺垃圾場。呢度上載影片，咦？都係呢度，唔係呢個咩？掘地唔係。睇下對面先。咦？咩事？呢啲係人哋嘅，呢個我嘅。究竟點樣先至可以製作影片啊？哦，呢個呢個就可以買啲人去幫手製作影片啦。問好，哇！唔使啊，好貴啊！就嚟只夠，我就夠錢去買個菜鳥，打一部影片1秒。菜鳥，咦？我隻嘢，哦，呢個，擺喺度先，放置。我收集 ，OK， 好，咁上載，我在動物園，上傳中，正在發布，哇！就攞錢，然之後睇下啲視頻而家點啊！43個影片，呢個先，上載，全部上載。總之就係上載晒所有先啦，之後我就可以索取全部。OK， 索取全部搞掂。Subscriber 而家越嚟越多啦。我而家嘅錢都越嚟越多啦。上傳晒所有呢啲影片先。我玩 Roblox 第一個視頻，我第一個視頻咁多嘅，咁樣。螃蟹遊戲，呢個螃蟹遊戲，呢個魷魚遊戲係嘛？99 likes in the forest。OK， 領取全部，哇！159，超多錢。商店裝備就呢個買咗智能菜鳥。攞晒。
冇加咗，哦，可以全部加咗，咁都幾好。係啊，而家冇睇，可以全部，哇！好啊，全部加咗，哇！一2K 咁樣。我哋下一個試下，下一個小目標太搞笑了呢個先。小目標太搞笑了。咁我就唔重新住先啦。唔使重新，我唔重新住。下次嚟玩呢隻 game 先重新。哇！咁快10K，10K 太搞笑了。咁算啦，我直接將個挑戰去到灣點小貓，又再嚟係一個小目標。睇下人哋起成點先，哇！幾百盜取，點樣盜取？要俾錢。揼人哋啲嘢啊！上去最高嗰層先，揼唔到，咁有咩用？我而家已經有1000幾個 subscriber 啦。全部上咗，有教程男孩，錢，教程男孩，送咗個教程男孩幾錢啊？我係1K啫，總之擺個教程男孩喺度先，呢度係放置。俾錢，哇！個新人先，再夠錢買，太搞笑了，算啦，達成咗目標先，太搞笑了，目標已達成，太搞笑了，
追得上呢個男孩，太搞笑了，太搞笑了！哇，咁快追得上呢個男孩，上載全部加載，哇，全新優惠碼，點解我得Roblox？哇，由於遊戲過。可以買主播咩？我先買下先。我買主播，買邊個？買呢個。算都係唔買住。哇，5M10M。依個呢個仲有限時優，呢個因為呢個有幾多人睇？咁少，全部加載。203K， 頭先有一個50萬人睇，我而家幾個 subscribe 8.16K， 8000幾個真係。快啲啊要！再買得喎，太搞笑了！要快啲啊！唔夠快啊！可唔可以直接儲1000幾2000影一次過上載晒佢？等候期間，我哋都係去睇下其他玩家整成點先啦。哇！呢個哇好靚喎，呢個好想哇 billion， 呢個 billion 係億幾喎，大佬！我上最高層喺度搞咩先？4層好嘢，死冇！咁高跳落去，跳唔落，哎呀！3樓可唔可以跳唔落？我哋返屋企先。喺度啊！哇，200幾、300幾、400、300幾、300幾。咦？可以買別墅？唔夠錢啊！要100K 啊！OK， 開始上載，全部加載，領取全部。哇！呢個差唔多1M，冇1M。
賺10K 嘅，仲未可以啊！再買個太搞笑料先，仲未夠錢啊！病毒試題，病毒神話級新手被詛咒的袋子，最高定屬喎 QA 咩單位啊？頭3個 cash 先，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做到。菜料，咁我有整翻先，留翻2個，下去500幾，哇！呢個咧，哇！30幾，求其一個點幾個10幾20幾30幾。頭先睇到1點幾 K。哇！呢2個破千啊！哇！連續換1小時嚇，邊玩咗咁耐？唔理攞50K，攞50K啊！直接可以買。色學我目標斑點小貓嘛，咁梗係買斑點小貓先啦。而家呢度已經2000個影片，3000個啦，一次過攞晒3000幾個影片，攞3000幾個影片俾我攞晒，全部加在1.5M 咪1.4，係你接受。直接100K 可以買別墅啦，但係我都係唔會買，因為我目標係斑點小貓，應
中意磁石，超級磁石。永久有效喎呢啲，我哋今日嘅目標暫時係我哋今日個目標係交易大師啦。喺網上面睇到咁樣，即係代表打招呼係一個新嘅 Roblox 物語嚟嘅。咁睇下，我就去人哋玩家面前咁樣睇下佢會唔會回應我先。佢知喎，佢接收到，都跟住我一樣跳起。哇！呢個開千個，直接上完呢個2000、2000、3000、1000、2000、3000、3500、4000。目標可能太高啊！個目標都係呢個先啦，202個 Roblox 嗰個克里特斯個。咦，我 cash 已經係排第3啦。
今集就到呢度先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觀眾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拜拜。